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我的名字叫张丰奇，任务课大家来学客语呀，客家电视台它是收视第一，美女主持人朱海军，看见你实在让我动心，为什么你长得这么美丽？人见人爱，大家都欢迎。掌声鼓励，掌声掌声，呀嘿！入围彩，路过经过千万不要错过。喂，我点了嘿。嗨，恭喜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任务哈，来到任务，来到任务课呢，我们有一个 slogan， 是，很多。任务哈，任务哈，客家任务，客家任务，讲客法，讲客法，哎，不错耶。客家任务，讲客法。对，你知道你今天来要干嘛的吗？今天来，听说有任务要挑战，是不是？因为贵节目叫任务课嘛。对，挑战我老公。哇，这个可能有点困难哦。对，就是学客家话。学客家话。听说你最近发片了，对不对？哦，对，去年底有发行一张很台湾本土味的新专辑。很台湾本土味的新专辑，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喂，不是很特别的歌啦，歌名叫做《夜市达人》，是用轻快的流行音乐来推广我们台湾的本土文化。哦，那这样子的话，可以现场来个。我就是在跟你说这一句话。要唱快一点，太阳很大。好，我快一点。OK，来，5、6、7、8，左一圈，右一圈，珍珠奶茶来一杯，天再黑都不累，越夜越美。吃卤味、鳝鱼面，可惜我吃素说抱歉。天再黑都不累，就要开选吼！所以今天来到任务课，你自己自备了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一套服装，东南亚现在最流行、最时尚的风格，竟然带到我的任务课来了。那当然我都穿这样哦。对，越有身份地位，权贵都是这样子。没错，对。所以我当然当主人家的也不能失礼，对不对？我也来了一个纯礼，很好，明末清初的感觉啊。对，真的。对。所以你来到我们的任务课呢，是。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想要发个客语专辑？其实有想过。真的吗？对，因为呢，其实那我看别了。喂，不要这样，好不好？其实我本人对于这个语言天分还蛮在行的。啊，真的吗？对，我学语言真的很快。真的。所以说客家话呢，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客家话学得滚瓜烂熟。真的。观众朋友们，该中场鼓励哈，你相当有自信嘛，所以我们太嘎该快乐去。那我们今天你刚刚讲那一段我听得懂哎。是什么？他相当有自信，对，所有的观众给他看下去，没有错，对不对？看起来张丰奇真竟有18亿元的才情哦。面对安赞的人才，制作单位当然准备了超级丰富的内容，有请齐先生的公布任务啦。张丰奇先在任务上苦中作乐，快些哈，今天你4个任务全部拢来挑战，4个，对。4个任务，你们4个任务，20句客家话学会 ，O 不 OK？ 你太过分了吧啊！让他自己慢慢的讲，走，老友，你们好，哟！你们节目我有在看，不是都4选1一个吗？为什么今天要4个啊？今本日嘅挑战任务苦中作乐，起点就係啲南投玻璃嘅用南漆器博物館。一片對日本時代開始就做漆器，近年收藏嘅大行漆器啊，本人看到都見懊惱呢，真見做得用藝術品來形容哦。要保持距離。哦，我知道，所以說我剛剛動作不敢太大。你不能太靠近他。好，沒問題。今天這個是不能講話太大聲。這樣子我聽不到。所以今天這個是 OK， 因為哎，才第1關而已，對不對？我在嗨什麼東西呀，對不對？哎，海軍啊，你也有羨慕按條件啦，應該先攞關注手機出來爭吵㗎。
馆长秦玉富係苗栗頭屋客家人，民國85年創立台灣唯一嘅天然氣博物館咯。今年我哋地方就係第一個龍南漆器博物館，一個特別多嘅內容呢，是漆器。我們搶嗰個通過那個呢，打出最高啊那個哦。團出嘅。當然出有特別的嗰個禮物，我本帶咗伊呢哈。特別嘅禮物啊。走。这些看起来应该都还好。等于这些看起来好像感觉家里好像也会有东西。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一个？发昂哎。发昂哎。哦，那这样酒瓶该不会是旧昂的吧？嘿呀，真的旧昂哎。多少錢啊？多少錢？我猜大概才20萬。你吃飯呢？你吃飯，你去吃飯。你吃飯好。我愛先的哦，來訪係最貴的人工啊吼。吃飯皇帝大，吃飯皇帝胎，那一定就是这个碗。饭碗吧？可是你要想哦，这漆器的地方，表示东西越大，他们所要花费的成本越高，成本越高，售价是一定是越高的。可是万一它里面本身的材质就是昂贵的，来团一多少钱？30萬。我觉得你的那个眼光会不会有点怪怪的哦？所以我才挑我老婆。这个要剪掉。哎呀，人要講笑的啦，一條啊好弄係節目嘅效果啦，唔點係心肝地度，當然係無價之寶咯。一個呢比較便宜啦，一個量大一點的就差不多1000元台幣啊，就買多啊。幾千塊台幣啫。一個漆器的功能呢，做摩托對人天狂，所以中國的皇帝呢，各個嘅日本啊，加個國民皇帝啊，都攏用啊那個碗做生啊呢。但我有猜對一個皇帝在吃飯的。猜這個不重要啊，因為我們的題目不是這個啊。我們的題目是誰比較貴？請把我的來賓拖下去。撞風期啊，唔是冇見小能牙嘅組合拳咯。雖然佢冇談到家私啊，唔過千冇見咩要談到也可以本房地用嘅呀。睇整件地位啦，任務來了。你係講用作業動作，哦，用嘴巴的動作啊。哦，第一隻咬，係咬，塞，嚼，然後用舌頭舔住，食，舔。哦，大家聽，徐老師，我哋睇下學一個安尼漆又講一個乜個事啊？睇咧咬，做乜叫咬啊？說明一個咬呢，漆的啊，佢會咬人。啊？你看看小那個漆會咬人，奇怪。因為漆的呢，佢本身啊，管鑿嘛，管鑿時間呢，一般的印象中呢，發好似3日頭當會鑿，那要漆的那種鑿呢，有一個落水田當會鑿，嚇？落水田。做乜會落水田鑿？你愛你條樣會鑿，也要落水樣會鑿。因為漆的呢，底部度呢，有個酵素，酵素啊呢，會釋出一個我們非濃度性的水酸基啊。是。那水酸基一般人就看唔到。比如講，多人一個皮膚嘅時間呢，一打毛光光，就是毛絲sau嘅。哦。一打有毛光光，佢會生熱嘅毛光光幾多？毛光光。毛細孔。哦，這句難。毛光光。所以佢就會產生發酵，係咁嘅變化呢，就會溶啊，就一般人就講啊，本漆嚟熬到咧。真係。你有冇講到安布條？安布條。安布條。係逆時條。逆時條。日食嗎？日食。哦，逆時條。我發現你快要窒息了。逆時條。逆時條。動粗。一個安布條嘅意思呢，對漆的嚟講啊。國漆的呢，按布的生米點油上去管啦。其實按布的強的人呢，較無當面講又貴啊，較較沒強呢。但是做起來做啊，那麼又傻吼。係啊。因為那個書的啊，那漆書啊，吼，是屬於一個植物，就樹葉的逆時的光合作用。那個書的就會產生一個糖啊。一個酒過一個糖類啊，所以你呢營養一種啊呢。但是糖呢，到按布的11點到12點間呢，也會產生一個熱能、熱能這樣子。所以人就11點就會抽血就安尼啊。
会制作线安尼，所以生米点以后你去灌吼，一个奶奶就会流出来。你石头较刺眼啊，也唔惊贵啊吼。它是你石头一个唔免磨奶奶，伊湿一点点，磨紧指甲说。所以个越南个产生过后，才会有嫩。是。哦，按你古所以讲，野年的七的树流出来嫩，很多七的嫩，的讲大。七的嫩，七的呢？嘿，那个是那七的汁，七的七的汁叫做七的呢。七的嫩，哦，七的呢？哦，七的呢？那个不能碰到手，碰到手会有毛细孔的地方会跟你挠动。过来，做出来东西，我们来看 ，von，好， quiet， 快耶，还有呢，盘呢，过来贴呗，贴呗，两面，听干嘛贴呗啊？两面双贴呗哦，过来贴呗，贴呗，从点咩来啊？团呢？发红的，发红的，嘿，跟人就低啦，酒红的，嘿，酒红的，哦，低啦，酒红的，过来，作的，做的，嘿，了，灯的，灯的，椅子灯的，好了，该按你吧。上来公布哈，其他那狗，个挺宝贵啊，加盟他一开要价多少？不最少是100万以上。哦，哎呦，怎么好意思送我100万那个了？不用了，不好意思拿了，不用了，花瓶不用了，这个。哦，温度有点高，带回去吃药。上来公布哈，其他狗，那个挺宝贵啊，这也个算最贵的。啊？你干嘛个东西？也看到毛毛干的哈，其实也是个玉山的图案啊。也个呢专有名词啊，那剃粉，剃是雕的意思啊，就雕这样子哈。也个很多以前像乾隆皇帝给他用的呀，跟包一样，懂多样的剃粉的东西。古时代也个很多文献啊，像以前细看那个人的漆器呢哈，那个剃粉的呀，伊可以往漆看那个人的翡翠啊，就个也个值得也个加设。所以也个呢哈，以制作的时间呢，差不多3年的时间。最后一类23年的时间。哇塞！加盟他一开要价多少？都最少是100万以上。100万。做嘛个会太100万哦。也总个起来呢哈，按照剃缝，这样个一个起来的时间呢哈，按照刺珠啊呢，插珠啊，1公斤啊，目前来讲呢，喺台湾，差不多1公斤做台币1万那个呢，3月切一边啊呢，切一边的时间呢，加个厚度去判断的，总个0.02 mm 啊，而且3年呢，算起来差不多300边啊呢，你算你几多公啊呢？我长一条啊呢。咁一开就等有缘人再来哈。咁天一贵诶，应该就一个吧。也是很多台湾的快木。哎呀，该拿来做嘛嘅喏？空钱呢？一个，其实一个聚宝盆就稍微一个装饰品。是。但是其他个呢哦，神装也个其他个花纹啊，铜匠啊，像那个花纹那边呢哦，不过也特别呢哦，是有做个很多漆的个呢哦。很多实惠，我觉得他这边呢，徐大师把它设计的相当的有质感。他这个也是，就是漆嘛，漆上去。对，它是光一个点缀下去。其实呢，一个金的，一个真金的都可以装的呀。那铂金哎，是真的金箔哎。真的黄金，一般都是漆的呢哈，两个漆几十边啊。哦，安尼嘛要漆几下十边哦。这个要多少钱？应该40万这五天啊。70万，40万。好。当时买那个书的时间呢，其实讲有1000元以上的书的，有书的。所以你应该买下来，然后把它雕刻，把它编成案呢。而公布梯上面。过去压个哦，压个这样。发红的。也材质原本的你买呀。其实呢哈，你加本上少唔多，一般人做讲书的，也唔係书的做啊，衫褲的个样个布的做的。哦，咁動牆哦，咁動牆哦，用布做的暗牆。啊，收。你看到都係，唔是講啦，像個跟飛嘅咁樣嘅。其實佢唔係個也做用布的，佢要用個樣嘅粘土啊，去做到也個很多新的出來。冇經過手過的時間呢哈，出邊都個樣個很多。干很多树皮陶瓷啊，它是压很的奶跟粘土做这样个形状啊呢，奶酪做唔得，一听到是很甜的那个样个。布诶，棉布诶。
棉布嘛是棉厨尾啊，一般讲的夹住啦，苎麻，苎麻叫厨尾啊，厨尾，因为切的叫很多起伏啊，切的呢一夹安尼夹安糯米啊，那起伏，哦，伊讲个布的方呢哦，伫切落去安尼，切落去当叠落去安尼，叠落去的时一块一块叠。哦，叠的时间呢，唔要讲一层出哦，要叠3层、也5层。但是一层的时间呢，就最起码就会发有生米的时间。哦，因为你切好以后呢，会晾一上面，完全走的呢哦，你这样过去搭天一层安尼。哇，没想到做切戏要花很多时间呐，对双切到吹奏，还要跟做同样的动作。做一件切戏，至少要花几下10日到几下年的时间呢。面条前也要点葱，特看拢是佛师佛工的精美艺术品，难怪也一贯按照苦中作乐。接下来复习学艺时间咯。还是讲面前的就好。好，有面前，搭上面前。先该不用注意它了哈。这样嘞，熬，这样嘞，晚上是啱补條，安布头，这样嘞飯，發硬嘅，标准哦。做嘅，做這個簡單，做嘅，说在冇？哦，厲害！好，因为刚头都有讲嘛吼，一开始节目有讲，迄假如讲有通过的话，好，每一款有通过的话，你的每一个单位的达人。关主都会送你一个精美、你意想不到的小礼物。哎呦，怎么好意思送100万那个啦？不用了，不好意思拿了，不用了，花瓶不用了，那个哦，温度有点高，带回去吃药。撞风气啊，正经吼想得到诶，又有可能本按贵重的东西呀，本一顺快诶就以后咧，唔好可以按摩，也嘛系观众精心做的哦。琉璃面，面，是四切，嘿，琉璃和琉璃对吗？琉璃啊哈，它表面很光滑嘛，对，所以你拿漆来漆它的话没有用，漆也漆不上去，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骗不到人的。哦，哎，琉璃面，是四切，嘿，意思呢嘛？意思就是说它是个琉璃面，很光滑，你要漆上去是不可能的。意思是客家俚语的意思就是你是骗不了人的。厉害，恭喜你！接下來繼續聽一隻任務，物理看法了。任務的地點就係喺南投水利嘅民宿，佢就喺玉山和阿里山嘅東岸，山明水秀，一片冇天師、冇山西產品，來到一片就得完全嘅休息，不用輕鬆哦。然后看到那个楼上那个閣樓，感觉好像来到日本。所以，你这样讲就不对了。什么？对于这种建筑物啊，是以及历史，我个人就小有研究。哎呦，真的还假的？这个建筑叫做仿唐建筑。那时候因为唐朝的时候非常的兴盛，所以吸引很多外地来就参观呐、观摩啊，包括西域僧跟日本的遣唐僧有来到大唐去参观。那当时呢，他们把我们大唐的建筑物，全部都算是说抄袭也不对，就可能是参考。所以说不要再说什么日本建筑，这个叫做仿唐的建筑。观众朋友，那剃白糖都张风吉这么有 sense，真的是他不知道背了多久。哎，我带你去见老板，我们今天晚上就要住这里 ，OK 吗？我跟我老公请假好了，我们今天可以住这边。我有点害怕。喂，你住那边，我住这边。走，姐姐那边见老板。那边是厕所。天意館嘅館主盧正秀係我卡讀嘅第54年呢，一個民宿啊，未係用亞來命名哦，佢當新網推廣遊記仔皮，留自然工法建築哦。咱哋都會有參考講以前中華人行業整法的這個方式，那個戲來播。要全部用自家親手去吃土，錯，我自家把土啊。哦，我大量看到仿唐嘅我嘅人。Hello。我一講用晒，你係總盤講就整好。人即將來嗎？坐邊來？坐邊呢來啊？坐邊來。哦，家人我喺度呢啦。主要係4個月。打工換宿，大量。
好，那个五哥的特色还有一点，打工换宿。错啦，就可以也亲自行嘅打工换宿。故所有關嘅任務啊，就會愛撞風氣做行業嘅導覽員，老人下受嘅民俗嘅生態老特色。因為民俗主題上項蒙沙現當態，故所有關嘅任務就會按照物理看法。唔過啊，當唔到好，頭家因為愛為兩位外國嘅員工進行打工體訓，冇時間就睇眼一度，故所撞風氣順春到嘅啦。接下來就留客家話學會，就算過關了。因为民宿啦，所以我们要来住的时候，首先要租文檢房，租文檢房，嘿，單人檢房，單人檢房，雙人檢房，雙人檢房，嘿，好要請有名係哦。韓國頭家五哥的饅頭，原本做本人客有沒有早上的那個早餐？冇想到人客一食落去，哎呦，擺台嘞哦！雖然去求迷啦，太家唔敢嘅。意猶未盡。哦，按照台州，哎，小巧嘅，那就中下很多來體驗以前的中下人用嘅生法。哎，按嚟咱就黐妹啊，好啊，按嚟咱就黐妹啊。然後饅頭，八味，哎，然後田野呢？呢？樹公呢？樹公呢？怪嘅，叫蛤蟆怪。蛤蟆怪，嘿，睇就蛤蟆怪，蛤蟆怪，沙果，嚇？有冇要沙果？有咯，嚟照係啊，嚟照。下熱天有啥？乜嘅沙果？蛇啊，火焰蟲，過嚟咧，禾蟹，係都結蟲都嘅禾嘅同我嘅葱樣下共用嚟嘅，係叫磨蟹，係誒幾搖鼓，幾搖有塊靠到然後滿滿的。都挺難睇着呢。哎，要不要看一下這個檸檬有多大顆啊？這個他們稱為巨無霸檸檬。兩個平常我來做果醬哦，千號。果醬。嘿，因為熱帶牛哦，千度。幾搖鼓，要塊靠到然後滿滿的。不然這樣子好了，6到10，對不對？對。你學會前面的，前面呢？開頭就對了。好。頂文檢房，租文檢房，剪掉。租文檢房，饅頭，田野，怪野，火焰蟲，啊，你有看好不？好。撞風期真勁學嘅大文革呢，學睇客語就嚟18強鬆嘅哦。先來參觀個嘅民俗特色，等下就準備食太春咯。特別哦，是用倆做條子誒。周條，對，這個叫周條。周條是新以前的人吼，煮飯子的種倆，小饅條吼，清做是煮倆做。一個做饅頭。嘿，做饅條，做咧，差不多4、5年前上去開店。呢個叫做看到，兩個鋪落，白，所以就講你那個鋪落講都白，你都喊唐五聲。結果我說盡了好話了，那鋪落講都白，就這麼大的說到這麼小，鋪落講都白。講到鋪落，講到白。好嘛，意思是不是就是說盡了好話？結果呢，牛牽到北京還是牛，對，就是死性不改。對，所以再次說你，對，我當然死性不改。頭家講一個風轉嘅做頭，其實係開民俗嘅時節，請老師傅就等家老屋嘅傳統做頭一比一嘅打造出來嘅喲。佢講啊，傳統嘅做頭做出來嘅菜就可以較香，同時未做得本後生人看看啊，一到就會唔見得嘅老傳統哦。而且五哥你超級的貼心的，你地豆鹽兩個人攏是在。
哦，安尼。准备安尼材料，连那个黄的嘛用材的做的吼。来，要开始切个棕的吼，这个是素的吗切个甜红杂的，这个俩一仔。仔，那它里面有蛋吗？没有。没有。美乃滋。哦，那个素肉松。哦，素肉松，要干嘛个菜啊？番菜啦，哎呀，很错。按嫩啊。啊你啊，放做我爱心，好，盐吃种的。这个好嫩哦。田园有机村啊。那种它是什么？你哥不是说他的招牌是馒头吗？有看到吗？对啊，它的招牌是馒头。这俩。哇哦！哇！两泰山吼是矫正治疗吼，本人哈切个乱切。就是一粒馒头啦，本头家嘅民俗點樣如何，本大家來討論。食材飽滿嘅時味，平均嘅分布啲饅頭地杯，一口咬下去啊，啲饅頭還會彈彈起來喲，食得出手工韓國一個天然食材嘅美食。另外，見咬見做嘅感受到乜嘅香味，就算係不用冷嘅來食，還係當好食啦。聽話講，也就係用炒火慢整嘅美食啦。用蘇州清轉嚴密嘅感統，難怪有兩個來自美國嘅學生呀，咪主動掃描老頭家長子愛到一片來打工換宿哦。我真要吃很开心，传拿去街上吓我一跳。我突然觉得扫兴了起来。我想说这发生什么事了？你说，你真的住在这边哦，那就是这个味道。你看，安乐唔敌你的歌，安乐唔敌你的歌。哎，那个意思呢，在山区里面呢，我无忧无虑的哈，都不知道日子过去了，住在这边的感觉哦，就是这样子，是这样。还有我来学，安乐唔敌你的歌。安乐唔敌你的歌。今日在任務就啲食食啦、練練嘛一當中就順利嘅過關呢。今日嘅第三隻任務以飲飲水，就啲安春農場啦。農場主人盧振生從事有機農耕已經有10多年嘞，還拿到為中興大學嘅有機認證哦。佢堅持冇用農藥、老除草劑，種出來嘅果子都做得直接拿來食咯。人家嘅來看看啦，到底有一關會挑戰乜嘅呢？任務的內容女有槍林水央，槍林水央摘檸檬，那個檸檬吼，還是做有機的，有機的，有機農場，有機的，木 Q 用的啦。日天嘅時間內吼，可能摘較多，暑假年吼，就要做是那個檸檬汁，哦，檸檬水啦，檸檬水。我天哪！等下你胃还好吗？不是，重点是檸檬汁啊，对女生讲 OK 啊。你输了，女生喝檸檬汁养颜美容，我最怕就是酸。中風期，按你攏可以即興發揮哦，創一條檸檬汁糕啊！感覺按你創就會讓人希望，如泰國嘅有機檸檬係種地肉散散麥當糕，俺能坐上如泰國嘅茶杯，一來一落散度離去，如埋一來一細條，一隻有機檸檬啊，還真見東南見到咧。你看條東家人介紹講有機農場啊，看全部按到體驗呢三大別講。錯啦哈，三大別講。有機吼，基本佢嘅意思就係講，愛恢復吼到以前嘅路種做嘅方式，就講冇肥料、冇農藥、沒有農藥，冇殺蟲劑，沒有殺蟲劑，所以而家做吼攏真長。所以俺哋條都沿路按你四爽的，看到按蟲間呢一條草一條，當中唔係用一條農藥啊、除草劑，種完全一些些攏種唔得。那三個，一上來摘檸檬嘅，一轉批買嘅檸加拿大沙。因為應該做真長哦，所以你準備嘅多嘅，1 kg，拍刀，拍就是拍錯，拍過來就係镰刀，兩枚，生意哦，懂理哦，要會理哦，唔會哦，剪嘅地方哦，一種剪嘅，過來吼，機嘅，哈，哦係啊，機嘅，哦，底下在這邊，機嘅吼，就是了檸檬吼，該嘅就會走吧，機條。哦，上一陣有機農場。準備按多呢，好事。以前嘅人吼，阿公吼，經常係講，
伊讲吼，送山啊无带刀，吼，唔当不卡错，嘿，都不卡错，就是讲送山啊无带刀，不轮刀，全部卡错掉的好咧，不是送了山打。意思什么对吧？对，什么意思啊？上山不带刀的话，不如你在家里坐着休息。哦，这算一个客家的谚语就对了。哦，客家谚语。上山俚语，刀子非常重要。上无带刀，东不卡错。哎，还不错，很东摩擦。不卡错。哦，东不卡错。松山无带刀，唔懂路卡错，就是说爱做好，爱先有好嘅家啦伙。哎呦，又学到一句嘅啦！大家看一下夜只风景，种地一个微缩嘅内幕，得到嘅日夜精华，又含有卢太哥全新嘅栽培，大家拢上到东好哦。就挺难才讲呢。哎，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柠檬有多大颗啊？这个他们称为巨无霸柠檬，有没有？哇，真的很大颗哦。所以它里面是有籽的吗？它有籽。它是有籽的。哎，哦，这一颗很漂亮哈。这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柠檬嘛，什么一般的柠檬嘛。啊，可是我比较好奇是这一颗啦。对啊，用来种出来的呢，等着呢。你唔咩做出来，你系品种。品种哦。哎，另外品种对安泰咧。另外品种来做果酱吼，青好。果酱。嘿，因为伊的肉吼青多，啊另外品种吼肉较少，啊另外就做果酱吼青好食。市面上买的都另外柠檬，那按柠檬吼，它不能挤出来啊，那个太冲太亮，就不能挤出来，你会出嘛个意思咯？啊过来吼，几多岁哦，240唔摕，通摕即接通道，240唔摕。一多摆啊？哦，啊唔对哦，可能是几多啊？哦。哎，安尼一开呀。风味吼，冇同款。无相款。风味不一样。哎，风味冇相款。好啦，按你讲，你嘛唔对，所以多大用的直接抛出来，本太敢看一下。哦，你看啦。哦。哇 ！Oh my god！ 大哥，哎，请问一下，可以直接挤到嘴巴里面？可以啊。那就代表你输了哦，你。不是，我想先品尝一下，因为等一下的惩罚，我说不定可以加蜂蜜啊。我是现在先品尝一下它这个因为刚刚大家都看到了柠檬现破。不行啊，我就现喝。你还要找蜂蜜，我们还要开去屏东找哎。没事，我现在现喝给你们看看。我帮你挤啦，嘴巴脏，真的。啊，这样不够，对不对？这样不够，对不对？哎，这个皮还蛮厚的。这个比较还没那么熟。可以吗？触感怎么样？口感呢？其实还好，不会很酸呢。我觉得如果拿来有柠檬香，对，有柠檬香。我觉得如果拿来打果汁啊，还是现在很多市面上那些手摇杯啊，如果用他们家的柠檬，跟你讲，客人绝对暴增，因为真的很香又很好喝，又不会太酸。卢太哥有冇卡中嘅柠檬嗬，當然係一定讚美啦。看嗱，佢話挑嘅鹽嗱嘅皮，還有嘅當有水嘅果肉。主題嗬，地部聽說係黏黏嘅維他命 C 啦，唔過嗬排泄哦，也市面嗬買唔到了，當然都本人偏搶嘅啦。哇，多嚟哦！係多嚟，就呢個哦，一多條啊！你吼，你條，你條兩條，嗰啲3條吼，你睇了吧？唔看cái吼，cái睇了吧？睇了啊，cái皮吼，較光吼，較白。皮較光係咪？就是較金嘿，比较光滑的就可以。皮嘛。你吼，赞，直接剪落來。好，来，剪落來。啊，你個太好，我放我这个，放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喂，哦，你吼，來，兄弟啊，安尼，你很幾擺，你夠差唔多2兩個月吼，你就已經是雜。哦，太小的不要摘。等下吼，然後看慢人摘下刀吼，啊，來細個人吼，係吼，總蟲吼，先摘，係，先摘，添啲水分先。
那个皮吼，俺拢不是沙种，所以无痛，俺出来吼都是都黏死的。哦，三哥的意思说，你等下采完下去的时候，他顺便榨汁给你吃，然后连那个皮就吃下去就对了。基本上我录影这段时间，有些客家话我大概有听有懂。啊，真的吗？他刚刚是说他的一个柠檬啊是有机的，没有农药，没有杀虫剂。对。所以说，可以徐老师可以吃。对，也可以。现场压汁，现场喝。对。OK，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来，那我学一下这个来。这雷梦啊，雷梦，刚学的。狼哎，狼哎，我们也可以加在热水，水温，水温，热的水温，对，水温比较难哦，水温，这水温，嘿，哦，清水啊，清水，莫讲按到位啦，比赛肯定开始 ，Go！ 光滑的，那一颗，光滑的。注意我的篮子，不要被他偷啊！找到这么大颗的啦，2颗，有没有这么大颗？时间到。怎么那么快啊？姐姐是很善良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想要我的对不对？酱油对不对？你知道了对不对？我偏要喝这杯。好啊，那你就挑那杯吧。那我救不了你了，喝看看喽。你看吧，那就讲过3两，你就不相信。那刚刚你喝那个方法其实是错的啊！喝酱油还有方法？我都喝了，你现在告诉我喝的是错的，难不成要拿吸管吗？时间到。怎么那么快啊？我踩了。其实可是我没有踩很多哎。真的吗？我走一个吉祥数字五福临门5颗。哇，你的那个大小颗还蛮平均的。对啊。可是我真的没有很多，我怕我输给你。真的吗？那你就准备喝柠檬汁嘛，来，刑具汁。大丰收！哈，也就係做主持人的鐵強，我跳到來電露太過來天數，係條像一樣事唔好協愛，遇到就係本中風氣，數到達。中風氣也顯大嘅檸檬水，攏係唔嘅哦，慢慢的享受下。那个好酸哦！这个酸的啦，是酸的吗？刚刚那个我是等下向舞池上做裁判哦。好，看有成功冇？好，这看看有机农场，音的不同，可是我还是念对了。OK， 有机农场，好，过关。无凉的，来了。柠檬，过来。柠檬。蓝的，小的，起水。Kim水 ，OK， 啊，有通過冇？有哦，好啦，中風氣。哎呀，一個中風氣哦，真係茫茫嘅呢。雖然挑戰摘檸檬樹體咧，唔過顯靈檸檬汁偏偏一年飲水，只有中風氣生啲其中嘅酸甜美味哦。接下來我挑戰今本日天氣預測任務。按愛來南投水里嘅一間酒莊，終於強調慢發嘅生活態度，當山民嘅推廣採地嘅食材製作嘅健康嘅好食物。現在的地點就提一強酒莊，任務嘅內容係乜嘅咯？我分別出來5拍跳油。來，木煮名起來吃色咯。對，木煮名起來，係就揪起來。吃生，吃，對不對？天使館嘅館主吳家淼，本來係豐沙中寮口嘅護理師，後面轉到家鄉繼承家業做磨嘢，還個開發一系列康健養生嘅滷嘅產品哦。我們的農產品用釀造，慢慢釀，它才會健康。那你如果要求快速的話，加化學東西就不健康。那你現在酒莊裡面的產品大概有分哪幾類？比如說第一個就是酒類，酒類也是用釀的。這個好美哦。這個就是梅花酒。把梅花放進去嗎？對，把梅花放在裡面。
然后这个是我们帮清华大学做的校庆纪念酒。哦，酷这个好棒哦！因为清华大学的那个它就是梅花，梅花就是它的校花，所以我们把它做成校庆纪念酒。他们出国啦，送给外宾啊，就全部用这个东西。先生搞一下以梅花酒有讲。梅花酒，梅花酒。好，还有什么？月梅酒，这个就是我们的梅子酒。哦，这个就是梅子酒啦。对这个梅子酒那怎么会熊公要给取名都叫月美？越喝越美，所以你越喝就会越美丽。好，我就是在等你 cue 我这句话。来，帮我开了。这个好特，就是用青梅。青梅，嘿，就唔咩粉梅哦，强梅哦。还有吗？有还有这个像这个酱油。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冷挑油，就是这个。对，这个酱油就是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加香料、色素的纯酿的酱油。所以它是有期限的，它期限很短哦。这个只要把它封好，其实是没有期限。那如果开封之后没？开封期后就要放冰箱。放冰箱就没期限。它要尽快把它用。尽快用完啊！开封后严选自然素材。对，这个黑白酱油喝起来跟喝咖啡一样哦，所以它是可以品的，它有回甘的感觉。所以它有酸，它有甘，还有咸，甘生低。生低就是按你落的啦。哦。那你们今天一日游，我们等一下就来喝喝酱油，然后让你们看看一日游回去以后要带什么礼品。一日游，所以让你们喝喝酱油。OK 啦。人工的拍透油就是透油度的精华哦，以保留有透的粘质，呈现绿绿的咖啡色，是完全无加任何的添加剂的好透油哦。好，前面有2杯，一杯咖啡，一杯酱油。你们可以分辨出哪一杯是咖啡，哪一杯是酱油吗？等一下，你先不要那么靠近。这不是同样的东西吗？不一样。调加上爱调不用水分，脏风气。还敢讲，咱无按好偏呢。咖啡跟酱油，对，它是那个是可以用嗅觉闻得出来，闻得出来。对，但是你这样看不出来。对啊，然后你就说要蒙眼来喝这个，蒙眼喝，这样不对啊。怎么说？哦，你怕我闻到的？对，不行，那我要改，我来改。改游戏规则。对，即兴改。现在就是这2杯，你就机会跟命运的方式。你就挑中一杯，你就2选1，就直接把它喝下去。那一杯是什么就对了。一只拍透油的色，老咖啡的色，真劲是强用的，讲真劲的太神奇的啦！中风起，因就太当个先下去，反正结局嘛只有半比的。迄假如讲真劲偷偷拍透油，甲转去就做得买落透的哦。好，我就挑。等一下，你确定这杯不坏？比较少啊。你确定？有，现在是怎样故意在跟我做戏哦？你想我喝这杯对不对？酱油对不对？你知道吗？姐姐是很善良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没有，通常自称姐姐的都是会陷害我。你想要我喝对不对？酱油对不对？你知道了对不对？我偏要喝这杯。好啊，那你就挑那杯吧。那我救不了你了，喝看看喽。你看吧，那就讲来过3两，你就唔相信。对，我绝对不会骗你的，对不对，老板？那刚刚你喝那个方法其实是错的。喝酱油还有方法？我都喝了，你现在告诉我喝的是错，难不成要拿吸管吗？你跟人家喝威士忌一样，一口就干下去错了。因为我怕喝到酱油，所以我想赶快喝掉。那不然吴大哥，请问一下，喝酱油还有什么方式？其实喝酱油跟喝咖啡的方法一模一样，你喝咖啡不可能一口灌下去啊。是。所以你要轻啜1小口放在嘴巴里面，然后让它在嘴巴里面转啊，然后再慢慢吞下去。哦，要品尝那个酱油。对，因为酱油的理念就在这里。酱油跟咖啡一样，它有甘醇味，所以你要慢慢品尝它的甘醇味。甘醇味，先生落咯。蘸1小口，然后让它在嘴巴里面慢慢化出来，然后再吐一口气从鼻腔出来。然后那个酱油味就会直冲你的脑门。哦，我现在已经在我的口腔已经在那边缠绵了。哇，我的嘴巴太神奇了。甘料香啊！这个一口接一口。你还要再喝？你不要喝上瘾啊！我们再喝1罐呢。老师，
你吃到你要敢不敢用的？你看三只丝，咁牛熊，港牛熊，对不对？咁非常高级的那个味道都做出来了。一个调油正经是甘醇香，就是一种东国级的美食。不过调到中风期，里面贵太比的，太咸咯。故所伫访问过后啊，又失败无输送。哎呀，正经啊，当感谢伊对节目的牺牲呐。你摸下，赶紧摸，好发。第一隻梅葉，桂絲梅，梅椒，吃，醋念吃啊，係啊，吃，葡萄椒，過來，紅糖，哦，那后面那个我知道了，果桶。胡糖，哎，过来，这你知道？挑油，嘿，挑油，来，黃挑油，拍挑油，来，风奇，刚刚一整个系列的东西在这边。哎呀，拿起个mongi，来，对，其他的扣影，哎，拿起个mongi，我才刚念完就出现这一排，我刚才已经喝了一杯酱油还不够吗？所以现在是每一个都要来一杯吗？醒脑，而且醒脑之后开始什么吃啊，葡萄啦、红糖啊，全部都要喝一次就对了。不用喝哦，不用喝。你不要把我打开，这是我带回家的，你只能看，好，只看不能碰哦。好。对。阿勇爱讲撞风期啊，唔想太多的啦，哪会按好空的事情？一条啊都是太过用心做嘅好东西哦，係一本练习讲客家话用嘅，一下大家唔都会念嘅好，把握时间来练习哦。等一下听到就会出题来念书了。拍挑油，是不是？是不是？要掌声鼓励一下。老师教一次，我就几乎全部都背出来了。你就知道我以前出家的时候背《金刚经》多快，我以前背《心经》多快，你就知道了。哦，我背经很厉害的。哇，真的是太厉害，我真的小看你了。垫一下，心经面念吗？心经是不是？哦，心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故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谢谢。哎呀，太棒了！掌声鼓励哦！中风期啊，真件係創作高手啦，竟然自家想到嗬用 rap 來念聖經啦，唔過話講轉來哦。一片的拍條油啊，因為當甘甜，當適合拿來做文章，所以落一些些咧，皮膚啊就會變到當好食咯。哎，老板，那吃个豆腐的时候也是一口吃下去吗？慢慢吃，慢慢品味，不需要像刚刚那样一口就对了。我们刚刚就有讲，老板是属于慢活，那当然吃东西他也就是讲究慢食。在慢慢吃的过程，回味你悲惨的一生。对。老板，你适合当谐星呢，太棒了！我开启了你这一扇门。冇想到條架唔係以為講笑咩，一句話就講到重點了。忍無可，大家學客語。我的名字叫張風起，今天學了幾句客語，現在就讓我告訴你，昆蟲、青蛙叫怪誒，琪琪的琪叫做七嘞嘞嘞，有機檸檬叫酸刺誒呀，最難念的是拍條油，拍條油。那个疫情酒庄的吴家茂先生，你给我记得啊，老奶记得。